国际新闻来看 ，G7 七国集团会议将意大利的杜林峰会决议讲，小曼要伫2035年进前甲小土团的发电厂关起来。也毋过，针对以小土团发电为主的德国甲日本是有放任期限，可以有较济时间来转型。G7能源部会首长4月30日同意，伫未来10年的前5年停止使用烧炭发电，将办伫2035年关烧炭发电厂，也有替代目标，就是制定一个有希望达成7.5度控温目标，也符合各国实现净零排碳路线的时间表，方便到达淘汰烧炭发电厂。Il carbone è una delle fonti di maggiore emissione e questa è la prima volta che si indica almeno un percorso e un obiettivo. G7也留予日本甲德国这两个用烧土炭发电较济国家有较长的时间去改变。真济国政府因为经济无好，将注意力放伫眼前的成本顶悬。原本强烈支持气候行动已经变弱。对德国甲日本安怎减少烧土炭的使用，议员爱国观察，德国已经立法2038年关烧土炭发电厂，也表达2030年到达淘汰烧炭的意愿。日本是还未附时间表出来。伫加拿大渥太华举行的减少塑胶污染全球条约第2轮谈判4月30日结束，全球175个国家地区代表第一摆考虑限制全球塑料生产，计划15年内减产40%。加拿大环境部长吉尔伯表示，世界可能会伫无坚持塑胶生产上限的情形之下，解决塑胶污染的问题。环保人士希望能限制塑胶生产。不过，工业界反对，因倾向伫回收利用方面加做一寡。环保人士要求伫2040年底进前，将塑胶生产减少75%，甲产油国甲塑胶产业之间意见无同。We urge members to show the same flexibility. 这摆谈判被认为正重要，最后一摆谈判要伫年底伫韩国举行。联合国希望到时阵应达成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公约。公司新闻，王文玲报道。